一只建设的庙诶，两个所长50年的小阿妹耶，三个当好社会角色，四个抢本母养的季节，也是一个充满爱同记忆的神奇世界。来，听听我也到乡下来点出此个世的节点，就会开始讲故了。台米果，台米果。家下嘅生命嘅时间都好，唔要谈到乜嘅冇咯。逢生、腳鋪生、腳配生，冇唔錯。今本日 Enjoy 來同大家講，通化地度嘅生有幾重要嘅。test。今本日討厭帶定工作團隊去到龍潭客家莊，主要係愛喺現場來數了各種生。關西營區那邊應該有比較 OK。有，我等下會比較往那邊。對。好。對啊。你看。大概十幾年前，大概我就常走這邊嘛。對啊。我熟悉這一帶，那因為主要還是因為這次是客家的題材嘛，那熟悉這一帶我就。因為常常走，我就比較上整個感覺上，那時候要做這個題材的時候，我就很清楚，就是因為這裡是我一直有的生活空間嘛，然後我就會覺得說，有些地方可能有特別的感情。那時候就是可能沿途看，有些地方就會下來拍一些資料。好，我們可以了嗎？好，我們開始咯。2分鐘。好，我們今天主要為這個動畫它的環境音啊，還有一些音效做收音，因為其實動畫跟一般的偶像劇不太一樣，偶像劇有真實的場景，而動畫是一個完全是畫出來虛構，但是我又很想要還原導演當時的一些場景地方，所以我就跟導演說，那我可不可以來收這些環境音？那我就不用音效庫了，我不用 library 了，我用真實的環境，我相信可以達到最真實的感覺，這樣子，所以我有這個想法。動畫又比較不一樣，它幾乎每一個聲音我們都要做，比如說我踩的水泥地啊，踩的草地啊，那個我每一個聲音都要把它加上去的。這個也是我第一次這樣做啊，因為我當導演跟我談的時候，給我看那些他的劇本、腳本，還有他畫出來的那些場景，我看到導演是用原本的地方畫出來，他去拍了很多地方，我看得非常感動，我真的。非常感動，我覺得我一定要找到當時的情境，去把那個聲音還原回來。哦，那我覺得如果用冷冰冰的 library， 其實意義不是這麼大哦。對，這個是我想要的。那我們平常做也不會這麼費心去做，我想要把這次的聲音做得非常好，這是我這次的要求。有試過冇？睇看通化家下每筆出聲，我係唱食東西無味無絲嘅感覺冇？冇唔錯，通化導向嘅音樂係情緒、音效，係愛做出故事導向嘅環境嘅嗰種感覺。故所有人講，通化有70%嘅感動係音樂提升起來嘅。你有一段很感人的畫面，你音樂一下去，哇，一個鋼琴，一個小提琴。相信那個情緒就起來了，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哦，在音樂上面。那在音效上面哦，常常有人會忽略了環境音，它可能這個稻田啊，蟲鳴鳥叫，如果失去的話，動畫就好像死板板的動畫了。我想要讓它真的好像活起來的感覺，所以我這次非常重視這個環境音的收集。錄在草叢的一些那個昆蟲的一些聲音。
3、2、1。又来了。哇！要等他。对，等一下。这声音好清楚。对啊，我觉得狗在我旁边的感觉。超清楚的啊，我刚刚也是啊，还有直升机的声音都听到。对，因为乡下狗比较多，所以就是要录鸟也有狗，田也有狗，水也有狗。那我们就会录长一点啊，就等狗没有叫的时候就把它剪出来，这样子。唔是详细谈过风溜溜的采个槟榔树的生物呢，佢係樣嘅生呢。通花染好時一定重要嘅條路，就是愛同一感覺表現啲通花度空。声音还不错哎，但是没有那个汽车就好。你再补一下好不好？我觉得这边声音还蛮好的。是工地声吗？对，就是多录一点，不要录到那工地声。我们可以用剪的。我会尝试着用真实的声音做一些后置的处理，让它比较有一点梦幻啊，比如说当时一些比如说在槟榔丛林，它有很多细微的鸣叫声。因为它有比较在戏里面会比较梦幻的一些剧情，我会透过一些后置处理去让它呈现这样子。当然，除了真实以外，也会有回到动画的一些虚构，但是我是用真实的素材去后置，这个是我现在想要达到的。对。你自己亲眼这样去经历过，再看这个画面，就真的不一样，是真的不一样。对啊。对啊，那个对啊，动画认真做也可以做得很田野调查的。对。因为我看到剧本，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啊，因为这个充满了人情的感觉。那我希望用声音把它再让这部动画更有内心的感觉，所以我一定要让声音重回这个现场。当然我也可以很简单的这个动画啊，一个音乐，因为那个他可能开门就开门，走路就走路啊，那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。我想要让它更真实的呈现。